各位午夜怪談嘅聽眾朋友，你哋好！又係我同大家喺呢個夜闌人靜嘅時候，講下啲香港地道嘅經典鬼故同都市傳說。今晚咧，我哋唔講市區，我哋要將焦點轉去新界北一個山明水秀，但同時又充滿神秘色彩，甚至可以話係香港數一數二猛鬼嘅地方。冇錯，就係好多人都聽過嘅新娘潭。新娘潭呢個名聽落好似好浪漫，但係背後嘅故仔同埋幾十年嚟發生過嘅怪事，真係聽到人無管海。今晚就等我同大家深入啲拆解下呢個地方點解會咁猛，又有啲咩鮮為人知嘅恐怖傳聞。如果你膽生毛，不妨將燈光再校暗啲，我哋嘅故仔正式開始。講起新娘潭，首先呢，一定要講下佢個名嘅由來啦。呢個故仔相信好多香港嘅朋友都聽過唔同版本，但係大同小異啦，都係指向一個悲劇。話說喺好耐以前，大概係清朝時期啦，嗰陣時嘅香港仲係一個好落後嘅漁村，新界北嗰頭更加係荒山野嶺。當時啲交通邊有而家咁方便，村民嫁娶好多時都要靠轎夫抬住新娘翻山越嶺咁去男家。相傳呢，當時呢有一位新娘着住一身鮮紅色嘅裙褂，坐住頂大紅花轎，由幾個轎夫抬住，浩浩蕩蕩咁行經今日新娘潭嗰頭。嗰個天氣唔係幾好，落住毛毛細雨，山路又濕又滑。當頂花轎行到條簡陋嘅木橋，準備過河嘅時候，意外就發生啦。其中一個轎夫可能因為天雨路滑，又或者係一時分心，一個唔小心屈咗一腳，成頂花轎即刻失去平衡，向旁邊嘅深潭傾斜。新娘連埋頂花轎就咁撲通一聲跌咗落去冰冷嘅潭水之中。嗰個潭咧，水流都幾急啦，而且潭底又深嘅。新娘咧着住厚重嘅嫁衣嘅，好快就沉咗落去。啲轎夫雖然即刻跳落去救人，但係已經太遲嘅。當佢哋將新娘撈翻上岸嘅時候，已經反魂乏術啦。一個喜氣洋洋嘅婚禮就咁變成咗一場悲劇。自此之後，呢個無名嘅深潭就被當地嘅村民叫做新娘潭。而嗰位含冤而死嘅新娘，據聞因為死得太突然，怨氣太重，魂魄就一直留咗喺潭底，久久不散。有老人家話，新娘死嘅時候對眼係博大嘅，充滿咗不甘同怨恨。佢可能仲諗住自己可以同如意郎君拜堂成親，點知就咁嚇死異鄉，連自己個樣都未俾老公睇清楚。呢種怨念就成為咗新娘潭日後種種怪事嘅開端。新娘潭嘅悲劇發生咗之後呢，好長一段時間嗰度都好平靜嘅。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大概去到60、70年代咧，香港開始發展，多咗人中意去郊外行山探險。新娘潭呢，因為風景優美，慢慢都成為咗一個行山熱點。就係喺呢個時候，關於新娘潭嘅靈異傳聞咧，就開始越傳越多。首先係有啲住喺附近村落嘅村民話，夜晚經過新娘潭附近，尤其係月圓之夜，或者係啲陰陰沉沉嘅日子，會聽到潭邊傳嚟女人嘅哭泣聲，啲喊聲好淒厲，好幽怨，聽落令人心都寒一寒。有時仲會聽到有人細細聲唱啲好悲情嘅歌謠，啲歌詞好似就係講緊自己嘅不幸遭遇。初時啲人都以為自己聽錯或者係風聲水聲，但係越嚟越多人話聽到。仲有人話喺月色朦朧之下，見到潭邊有個白色嘅人影，長頭髮，着住好似古裝咁嘅衫，企咗喺度望住潭面，好似等緊啲咩咁。有一次呢，有幾個後生仔咧膽粗粗，夜晚走去新娘潭探險。佢哋帶住電筒，想睇下係咪真係有鬼。行到潭邊，初時都冇咩特別，點知其中一個後生仔突然話見到水面好似有啲紅色嘅嘢漂浮緊，好似係一塊爛布嘅。佢哋用電筒照過去，嗰啲紅色嘅嘢又唔見咗。正當佢哋覺得冇癮，準備走嘅時候，突然聽到身後傳嚟一把女人聲，細細聲咁問：你哋見唔見到我隻繡花鞋啊？嗰幾個後生仔嚇到即刻掉頭就跑，跑翻出大路先咁停低。佢哋話嗰把聲好近，就好似喺佢哋耳邊講咁，但係佢哋黏轉頭又咩都睇唔到。自此之後，佢哋就再唔敢夜晚去新娘潭。呢啲傳聞呢，令到新娘潭嘅名氣越嚟越大，但係呢種名氣咧並唔係咩好嘢。好多行山人士
都會盡量避免喺黃昏之後仲留喺新娘潭一帶。講到新娘潭，除咗潭邊嘅靈異傳聞，更加令人心寒嘅就係圍繞住新娘潭路發生嘅種種嚴重交通意外。新娘潭路係連接大埔同沙頭角嘅一條主要山路，呢條路彎多路窄，以前路面情況又唔係咁好，好多路段都冇街燈，夜晚揸車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幾十年嚟，新娘潭路發生過無數咁多單嚴重交通意外，死傷枕藉，被好多駕駛人士視為死亡彎角嘅集中地。最邪嘅係好多嚴重意外都係發生喺夜晚，而且出事嘅地點好多時都係喺新娘潭附近嗰幾個彎位。有啲意外撞到嘅山邊就係匪夷所思嘅，例如喺直路無端端失控，或者係撞向啲根本冇可能撞到嘅山邊。於是坊間就開始流傳一個好恐怖嘅講法，話新娘潭嘅新娘怨魂因為 Change 9年背月困喺潭底，覺得好寂寞，好唔甘心，所以佢會喺新娘潭路揾替身，佢會迷惑啲駕駛人士啦，令佢哋發生意外啦，等佢哋嘅魂魄啦可以留低陪。其中一單比較轟動嘅，發生喺80年代尾，有一對年輕情侶夜晚揸住架電單車喺新娘潭路遊車河，點知去到一個急彎，架電單車突然失控，撞向路邊嘅防撞欄，兩個人拋咗出車外，個男仔當場死亡，個女仔就重傷昏迷。個女仔醒翻之後咧，同警方講啦，佢話出事之前咧，佢哋架車行得唔係好快，但係去到個彎位，佢突然見到前面路中心企咗個着住紅色衫嘅女人，個樣好模糊，但係就咁企咗喺度對住佢哋笑。個男仔為咗閃避個女人，先至會失控撞車。警方初時以為個女仔因為受驚過度產生幻覺，但係之後陸陸續續都有啲喺新娘潭路出過事嘅司機或者乘客不約而同咁話，出事之前好似見到啲奇怪嘅人影，或者係突然之間覺得好眼瞓、好迷糊。呢啲替身嘅傳聞令到新娘潭路更加添上一層恐怖色彩。好多職業司機咧，譬如的士佬、貨車佬，如果夜晚要行新娘潭路咧，都會特別小心。有啲甚至會喺車頭掛啲平安符，或者係喺經過新娘潭嗰段路之前咧，響幾下按，好似同嗰啲嘢打個招呼咁。有啲交通警內部都有流傳啦，話新娘潭路啲意外現場啦，有時會發現啲好難解釋嘅現象啦，例如明明冇落雨，但係路面會無端端濕咗一塌，又或者係明明係夏天，但係意外現場會感覺到一股陰風陣陣。除咗交通意外，新娘潭仲有一個好出名嘅禁忌，就係夜晚唔好喺潭水邊照鏡。聽講，如果你夜晚夠膽喺新娘潭嘅水面照鏡，你好可能會見到啲唔屬於你自己嘅倒影。有啲人話會見到一個樣貌模糊嘅女人，有啲人話會見到自己塊面變咗另一個人，仲有啲人話會見到個紅衣新娘就企喺你身後，對住你陰陰嘴笑。有一個故仔呢，係講幾個唔信邪嘅中學生，佢哋聽過呢個禁忌，專登夜晚帶埋塊鏡去新娘潭試膽。去到潭邊，其中一個最大膽嘅男仔就攞塊鏡出嚟對住潭水照。初時呢，鏡入邊都係佢自己個樣，冇咩特別啫。佢仲笑住同啲同學講冇嘢啊，咪又係我咁靚仔。咁點知當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佢突然咦咗聲，塊面變到青晒。佢啲同學問佢做咩，佢口震震咁話：頭先喺鏡入邊見到自己個樣後面好似多咗個紅色嘅影，但係一眨眼又唔見咗。嗰晚翻到屋企之後咧，嗰個照鏡嘅男仔就開始發高燒。佢同屋企人講咧，話自從嗰晚之後咧，佢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個女人跟住佢夜晚瞓覺會夢見個紅衣新娘，叫佢落去潭底陪佢。佢屋企人嚇到咧，即刻帶佢去揾師傅睇。個師傅話個男仔惹到啲唔乾淨嘅嘢，好彩發現得早，幫佢做咗場法事，燒咗啲嘢，先至慢慢好翻。自此之後，嗰班中學生咧就再唔敢去新娘潭玩。除咗照鏡禁忌，仲有啲行山客話日頭行經新娘潭，有時都會遇到啲怪事，例如明明係晴天，但行到潭邊就會突然覺得好凍，好似氣溫驟降咁。又或者係明明周圍冇人，但係會聽到有人喺樹林入邊行路嘅聲，或者係啲細細聲嘅講嘢聲。有啲攝影愛好者專登去新娘潭影相，話影出嚟啲相，有時會出現啲奇怪嘅光斑，或者係啲解釋唔到嘅人影。有啲相放大嚟睇，仲會見到水面或者樹影之間，好似有張女人嘅面。呢啲種種異象都令到新娘潭嘅神秘感同
怖感有增無減。面對住新娘潭咁多靈異傳聞同埋嚴重意外咧，自然都有人諗過辦法去化解啦。聽講啦，好耐以前啦，已經有啲高僧道士咧嘗試過去新娘潭啦做法事，超度嗰位含冤而死嘅新娘啦，但係效果好似都唔係咁顯著。有啲師傅話新娘嘅怨氣太重，而且佢死嘅時候正值芳華正茂，又係喺大喜日子出事，嗰種怨念特別難化解。亦都有啲附近嘅村民會定期喺新娘潭邊燒衣拜祭，希望可以安撫到新娘嘅亡魂，等佢唔好再出嚟搞事。有啲人會專登燒啲女性用品，例如胭脂水粉、衫褲鞋襪，希望佢喺陰間都可以過得好啲。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呢啲拜祭行為咧，反而可能會弄巧反拙啦，因為你燒嘢俾佢咧，就好似承認咗佢嘅存在，甚至可能會令到佢嘅力量更加強。所以關於點樣處理新娘潭嘅問題咧，一直都冇一個定論。近年政府亦都改善咗新娘潭路嘅道路安全設施，例如加闊路面、增加照明、改善彎位設計等等。交通意外嘅數目比起以前的確係有所減少。但係關於新娘潭嘅靈異傳聞咧，並冇因為咁而停止。依然間唔中會有人話，夜晚揸車經過新娘潭路，會見到啲奇怪嘅嘢，或者係感覺到啲唔尋常嘅氣氛。有啲人話，新娘嘅怨魂可能已經同新娘潭呢個地方融為一體，只要個潭仲喺度，佢嘅傳說就會一直流傳落去。亦都有啲比較理性嘅人分析話，新娘潭路多意外，可能只係因為地理環境險要，加上有啲人中意喺嗰度非法賽車，先至會導致咁多悲劇。至於嗰啲靈異傳聞咧，可能只係啲人穿鑿附會，或者係心理作用。但係無論你信邊一個講法，新娘潭嗰種獨特嘅陰森氣氛，同埋嗰啲流傳咗幾十年嘅恐怖故仔，都足以令人對呢個地方產生一種敬畏之心。時至今日，新娘潭依然係香港一個好出名嘅郊遊熱點。日頭山明水秀，好多一家大細都會去嗰度燒烤、行山、欣賞瀑布。但係一到夜晚，新娘潭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世界，嗰種陰森詭異嘅氣氛依然籠罩住成個山谷。新娘潭鬧鬼啦，呢個都市傳說咧，已經深深咁植根喺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佢就好似一個警鐘咁，提醒住我哋有啲地方真係唔適宜喺不適當嘅時候去打擾。尤其係啲後生仔女，可能覺得自己膽大，中意去呢啲所謂嘅猛鬼熱點探險尋刺激。但係我哋真係要奉勸一句，對呢啲嘢我哋可以唔信，但係唔可以唔尊重。萬一真係惹到啲唔乾淨嘅嘢，後果可能不堪設想。下次如果你有機會去新娘潭，不妨留意下周圍嘅環境。當你欣賞緊嗰度嘅自然風光嘅時候，可能喺你睇唔到嘅角落，真係有啲嘢默默咁望住你。好啦，今晚午夜怪談關於新娘潭嘅故仔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希望呢個充滿香港特色嘅經典鬼故，會令大家對呢個地方有更深一層嘅認識，或者係更深一層嘅恐懼。多謝各位收聽，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啲朋友。如果你都有聽過或者親身經歷過啲咩關於新娘潭或者其他香港猛鬼地方嘅堅料，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哋分享。我哋下次午夜怪談再同大家講啲更加精彩、更加令人心寒嘅故仔。各位聽眾記住啊，夜晚行經山旮旯嘅地方，如果見到路邊有啲奇怪嘅紅色衫褲，千祈唔好手多多去執啊！晚安。